伊的手，听伊的脚步，慢慢行人生的路，用后背的辛苦，换头前的幸福，爱甘愿无止航的做甜蜜的梦。思念的风吹过来，该等于同乡，俩心酸的爱。夜光啊，将你走去的路，本眼风给伊看清楚，看思念的水流下来，流爱你的苦，空到心肝肚，爱袂等你求下本人祝福，将过牵爱的手，爱感谢天父。你個充電仲係拿東西啊？阿妹冇燒藝呐，嗱你又燒唔啊？嗱我都唔個按照啊，今日有按心情陪阿妹來試錯。啊前輩吼一直冇行假白嘅事情啊，烏卡哦都冇照顧到，連呢次哦我上去，我咩冇機會好來講一聲，難道根本哦不用了，當然係好皮阿妹啊。哎，莊姑啊，阿妹冇事情都老實講誒。乜嘅事情？你是冇騙我哦，講加班哦，做督叫。冇啦，阿妹，我唔可以督叫啦，要送埋教訓哦，驚出驚死嘅，我真唔敢咧。阿妹，你要相信我哦。哦，阿妹相信，從細到大就供養，一望以前望啊，規身攏就流出來了，一直供養，阿婆，在你好嗎？啊，哎呀，對嘛？人家過嚟嗰度嗬，佢長咗啲度。好。但係叫冇坤到啊！阿妹食你好冇？誒，好啊！誒，我買嘅菜。好嚟，乾菜嚟，乾菜，乾菜，乾菜。做嘢嘛？哎呀，嚟，嚟。你係叫冇坤到喎？叫嚟咪只冇坤到誒。係。對啲。陳塘嘅菜同樣啱好食咯。菜好食就買得好，就買到新鮮真好食。空呀，腹皮呀。好難。誒，放哪來？亞麻筍啊？亞麻筍，放青肉絲，誒，一條。對。兩張啊？好。幾多？再叫阿三啊？好，你先。白絲。啊？西瓜嘛？西瓜不做得啦，西瓜。好。阿哥長菜啊，跟我去包成餅啦。玻璃叉。包成餅啦。啊，140。哎，師傅，點樣去搶菜？老皮嚟芹菜、玻璃菜係幾nhiều？嘅做雞湯啦，火山唔記得關啊，唔知會早添喎，我先做去啦。哎呀，東西冇買，阿冇冇辦法做生意啊。你去買啊，就買搞嘢啦，做完你就出來買啦哈。真的，yes，師傅，唔搞他買嘅東西，一天買成本。好，放心啦。曹哥啊，來，做啲示範嚟。做乜嘅按旁排按參賽啦？都係傾做乜嘅啊？冇乜計啦，你按多年哈，就冇時間老曹哥講多聲啦。根本哈，我做幾項拿手嘅菜哦，表示愛心意啦。哎呀，買個多車鮮面咯！我哋一般都是每條股票同埋聽數啊嚇，而家要同人幫忙，多車嘛嘅咯。哎。呀，朋友有攞去買啊？
冇啦，我去卡煮的啦。去家煮的哦，我嗰度有老本买哦。那係我拿手的菜啦，曹哥，你試看看啊。好吃啊！一米头吼，从上面买回来吼，香香啊！阿燕啊，你真有天赋咯！哎，看你全部好不好呀？哈？曹哥，有意思哈，吃卡多的啦啊！好，来，哎呦，姜汁炒太少。好吃。哎啦，阿燕，你上班讲衣服洗水哈，来，一起来。什么曹哥啊？我一听啊，会懂大兵的，不会帮曹哥什么啊？哎呀，什么嘛嘅咯，人啊係互相幫忙嘅啦，嚇。人來台灣嗬是要用錢啦，他才記得呢，幾條錢賺一本的本樣呢，嚇。我知，曹哥，我見啊。哎，係啦，我記得日本嘅時間嗬，你就下個食譜啊，我看過嘅，你愛玩出來冇？菜，我吃帶電啦。兩位啊？哎，你也本，哎呀，哎，阿燕啊，你按有天分又按有心嗬，你講啦，做啱好食嘅菜，做埋嘅多勁啊，一切都唔會縫咯，唔會變咗命蟲咯。曹哥啊，千里馬還需要伯樂啊，我冇讀到伯樂啊，也冇辦法啊。啊，唔過嗬，我哋哈去轉運咧。我讀到你倆就伯樂啦。阿燕啊，認真啊，拼一句話吼，挨到一日伯樂。什麼曹哥？有乜嘅困難？千兩來講，我要千兩同天數。好，阿兩我。好，什麼曹哥？來本真是哦，別個命數。什麼曹哥來？隔壁。嘎子，嘎子，嘎子，我有個事情想問你，堂課呢？你嘅看法樣呀？你先莫睡啦，哈？乜嘅事情啊？我係想記得，你係咪最近吃到米滿了，不應該去家哈？去家？應該啊，不過阿妹冇辦法咩？你就聽說人係上課啊，可能阿妹哦，你又走去談我嘅飯咩？你看啦，迄個冇去家，咪冇改變經營嘅方式，我真緊講哦，慢慢了會做唔下去呢。我用個啥啦？哎呦，我迄個弟弟我用個啥？還會老你討論做乜呢？我睇老還沒講到慢慢了哦，佢哦，馬個就冇講了啊。家事做唔得去啦，菜單做唔得改啦，你還唔是老幾個嘛精緻路線？我用個啥？我想哦，阿妹請下你了呀，你就去老阿妹講咩？佢聽會談你嘅話啦。迄講哦，你們弟弟二女兒老幾講，哎你做得討論一下咩？我想做對搶阿妹，假子，
俺唔係好嘅老公，也唔係好嘅阿爸，我表弟佢哋唔慣，我也唔想啊。大家天公吧，不會安樣嘅人生。慢慢變成安樣，我也唔想啊！嫂哥，你講啊，我用辦呢？我用辦做張錯了。嫂哥，俺不給我老公，我做乜個安樣啊？我用辦做了。我用辦做了，我用辦做張錯了。用的咯，因為大做空也冇乜精神啦。聽未哈？安尼就老咧啦，無如以前窮樣咧。唉，做貴生意咩打咧啦，做得幸福咧啦。交本後生意去做，安尼就輕鬆講嘢就好咧啦。俺哪有種安好命？伢動物安乖，我查驗做得安窮樣，我家就冇窮樣呢。迄傳統啊，一下就過吹蛋吧，一下講魚家，啊個唔是結叫哦，個傳統全部被過講了，啊不啊就要啊死，啊樣幸福。哎，你喺冠軍茶呢？你按日後就淋落去哦。哎呦，很大爽哦！你那冠軍茶係啊，日後慢慢嚟食，讓食出家嘅香味。好啦，歹勢啦，個生意一直做安無乖，我心又煩，錯無？怎麼失去了無參加冠軍茶？好嘞啦，冇笑啦，時代冇窮樣嘞啦，個後生人有後生人的想法，像當初吼，我老茶人教幫東姑去做。今日講物件吼，改良品種，用最新的技術啊，係這樣眼講，而係咩老講有窮樣亂做，咁無窮樣呢，阿啦？唔用咩無窮樣咯，你冇見到佢想講哦，講有嘅想法係唔錯嘅啦，佢冇聽從家嘅計劃吼，讓聽到你係時代，奇怪呢，更後生嘅時候，安樂觀嘅人呢，用冇啲下老嘅，才變心呢，係冇咯。尤其講到個未滿了吼，你是安硬學啦，你也做唔得改，該也又做唔得做，請問一下吼，佢幾多樣嚟做哈？哎，啊，咁講你行到喺電下量進來哦，哦，識菜嘅呢，按當然係冇細心冇啊，唉，做事情安硬學，對感情咩安硬學啊你啊？阿啦，你講啊，此話最近當奇怪呢，啊常常幫忙阿良呢，嘿咩路嘞，一本搞就阿拉去哦，總係想以前的事情呢。阿母兒啊，假使阿良你喺轉來，你還可以窮好。佢講叫咩聲音阿爸？唉，嚴重嚟啦，食茶。
调茶戒酒啦。多謝多謝。快些哦，坐不識睇到酒嘅啊，麻煩送下轉移啊。應該啦。嗱，你係咪有乜個心事啊？從咩醫生講，你這個唔係幾好老公。喂，你係咪同楊蘭發生乜個事情啊？冇啦，你睇唔錯嘅啦。哦，我睇唔錯嘅。唔該啦，就是多嘅啦，頭腦實在有問題。既然聽到人講啊，又唔係個好老公，又唔係乜個好阿爸。我是記唔得冇聲音啦嗬，唔該啦，人老嘅嗬，實聽到就做唔得啦，嚇，係咪冇生到嘅嚇？嚟，我看下你好嘅，你先做先嚇，我呢邊休息下。好好好。客家民谣演唱会的门票哎，阿 Q 送给我吧，我也好想去哦。哇塞！好啦好啦，送不赢啦，拿去啦。阿 Q， 你什么时候变这么慷慨？你不去啊？反正哦，假就唔好答应让我穷阿去啦。为了不要浪费这2张票，送你啦，干脆你跟嘉慈一起去好了。啊？阿 Q， 你都还没有约，你怎么知道嘉瑶大姐不会跟你去啊？我就没有自信没。阿 Q， 这件事哈包在我身上，我一定帮你约到嘉瑶大姐。你？我？哎，阿 Q， 你很不相信我哎。如果啦，我有办法帮你约到嘉瑶大姐的话，你要怎么报答我啊？那就请你大吃一顿喽。哈，只有大吃一顿哦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最要好的朋友是许家慈哎，他们家可是鼎鼎大名的美满楼，我要吃还怕吃不到哦。冇跟你讲我买开啦。那就要看你的诚意喽。真爱哦是无价的。喂，你又想狮子大开口敲我竹杠啊？啊 Q， 干嘛说的这么懂难谈嘛？什么敲你竹杠的？现在哈是你到底要不要约嘉瑶大姐去看演唱会？好啦，只要你帮我约到佳瑶哦，条件哦，你凊彩可以啦。啊，真的吗？好，就这么说定哦。我现在啊就去找嘉慈商量最好的对策。哎，你是真的想帮我约佳瑶，还是去商量怎样榨干我的对策啊？快想想啊，机会难得哎！我阿 Q 说，只要成功了，条件随便我们开哦。哇啊，我想到了，叫你阿 Q 啊赞助我们去上海的旅费，怎么样？哎呦，我说的不是这个啦，八字都还没有一撇呢。你是要赶快想怎么帮我阿 Q 哦约到你大姐啦。你看，啊，我有办法了。这样子来制造个巧遇好了，就是啊，你把大姐啊带到这个演唱会的附近，然后我把我阿 Q 带到这个指定的地点，然后我们俩慢慢的走掉，让他们两个这样子不期而遇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还不错哦。不行啦，这太假了啦！到时候被我大姐识破后，我又要被骂臭头，不行啊，太假了。哎呦，那怎么办啦？啊！我想到了，快说啊！可是要委屈你阿 Q 一下哦。委屈？他一点都不委屈，好不好？只要能够跟佳瑶大姐约会哦，他什么事情都蛮心甘情愿。好啊，我就跟我大姐说啊，你阿 Q 得了不治之症，
然后唯一的心愿呢，就是跟他去看一场客家民谣演唱会，怎么样？屁嘎子，你干嘛这样诅咒我阿 Q 啦？哎，是你自己说你阿 Q 只要约到我大姐，什么都可以牺牲的。可是你这办法也太烂了啊，比我前面那个不期而遇还要烂哎，真是。好像也是哎。对啊，怎么办啦？你六啥丑多鸦片做嘛？哦，我们讨论去看电影的事情。都给编码的鬼哈。冇啊。要不要去统刑了呀？六啥冇事没？雷天数啦，等一下你还去多留。哦，都你的好。哎，什么我啊？都是你跟我很没有默契耶。没默契，谁知道你在讲什么啊？哎呦，学校那么多事情要做啦，什么社团的，那真是哦。九胚，叫伊怎啊？九胚，量级的，有问题的嘛？S 胚啦，go， ，S 胚啊，单台，冇，go啊遐，go，我来了，谁你下多？兔嘛个，兔胚，单台啦，冇啊，有冇？有啦，有啊，有冇？冇 go， 你就告牌啊？走。哎，那就休息时间告一下听听啊。黑啦，就是告嘛该啊？大老二啦，哦没啦，噗狗神啦，走啦，噗狗神哦。系啊，哦，还条摆啊，也告过。主厨啊，唔好叫我教我啊。系啊，当神器哦。告几多钱呢？冇一台啦，一万20斤啦。哦，哎呦啊。够神奇的啦，试看咧。叫我来啊。好啊，叫下来啊。来，叫我来啊。啊，当叫我告牌啊。来。对啊，温勇来哦。唔好你讲啊。唔好客气啦，我咱讲哦，到几买咧就锁过啊，错冇。系啊，够神奇的啦。唔过我注意去哦，地平面注意到好。唔好你讲啦，唔好排泄啦。溜嘅杨一啲啦。按离开哦。溜嘅啦，排泄。好，来啊。好，来。干啦？有咩啊？你看嘛个？哦，冇啦，我没有去存来一个片啊，都压下忙转哦。哦。小马啦，你感觉哦，你良知会当上场呢？明明心肝毒就关心对方，就唔愿讲出来。错啊，你阿妈子敢要谈过啊？还冇有机会啊。那惊哦，像这摆安尼讲起来，以后冇放弃。那上好，等佢心情下好，我再慢慢同佢讲啦。你慢点有改变，对佢来讲本来是大事啊，以后会去接受本来是艰难的事情。那上好，为着你慢点好，最尾哦，阿曼子一定会答应你的想法的啦。希望係安尼啊。好嘞啊，差不多嘞。可是冇喊了。刚才在退休。哎呦呀，做啊？我是很饱哦，很好吃咯。哎呀，真好用啊，厉害喏！啊，买煮菜连个店想要做到很好吃。哎呀，看人家米蛮了，做得可以做台饭店呢。哎，讲忙讲按讲就好了呢。你怎么没把阿姐谈到呢？啊，无多事哦，你们亲人怎么同啊米蛮了就改变呢？对啦，好，我做你啦，好啦。哎，这水啊哈。哎呦，我都煮都好嘞啦。冇要紧咩，又奇怪。哈，讲正经的啦，你等他做伊吼，啊，就讲嘢好好讲呢哈。唔管同唔同去发现哦，按那些办法。怪啦，是他正经变的呢，那生意全部太嘞，千头意见哦，啊，看han白做阿美人哦。我同妹咧哦，惨状样得咯。好的啦，冇到个爱面子诶，那妹唔抵意咩？伊吼，即刻做喺度讲啦，其实我心肝都冇影响，错吗？当然我是先坚持2件弥漫的有成堂。错，
俺要猪吼油硬的吼你创啦。不过人讲的味道弥漫了吼，要做到歹死呢。你看啊，做到了哈，连上对象都无呢。人讲吼，要讲啊怪异嘛该啦。俺迄本意对人讲的哦，对弥漫了的用心，唔会比你少呢。我想看下啦，人家弥漫了，係咪好定要講嘅？係無吼，唔對變樣嘅咯。不用陪喺度省人去做啦。你今日講幾年？總有其他就咁樣實用嘅啦。人講咯，我無去到阿牛改變啦，我咪無去到人掠騙，我喺度講道理呢。好啦，日日就要講道理嘅啦，好啦，做水啦，等我做。姐啊，你看你用啥还没一枪啊？就有法爱讲又唔讲，奇怪诶。哎呀，像因为吼良知爱个性上下相像，长歪样啊。不过吼，袂是因为吼个性相像，事情还讲会开啦。阿仁姐，对讲嘛该啊，因为头唔顺哦。哎呦，我真经看唔下去的啦，那以后就会记得讲清楚啦。哎，卡次啊，记到时间到吼，还想事情自然是讲会开啦，你莫来停手了，莫喊。以后记得唔讲，我嘛该时间怎会讲啦？家姐。阿梅啊，你有咩事？你都想同我講嘛？你先講好了啦。先講啊。你看，佢用啥？就像情侣相拥诶。冇诶，你先講。冇诶啦，你先講啦。哦，我真係看唔下去啦。哦，看唔下去，什麼看嚟啊？嚟，小妹，莫道你下頭大已經講開。哎呦，唔知佢用啥，講到用班呢。林姐啊，你唔會想去啲哦？其實啊，一家婚姻是件唔會話本來是情自然的事情啊。時間一命，我想姊妹哦，一定會了解對方嘅。係事情就係講得開，事情我改結啦。我啥同窮卡經營哦，就做點互相，就做點和平解決。你記得老公哦，還沒買個事情就會用打嘅。阿珍姐啊，歹勢啦，我冇買個意思啊吼。冇關係啦，其實我感覺本櫃佢本來是青菜哥。哎呦，阿珍姐，你真係懂好呢，這種人哦，用會菜哥，佢哟根本就會反人。本來事情當然吼，唔會表達自己嘅心情啊，尤其哦係一家婚姻啊，拄到某個事情是台上來台上去，痛手痛腳，本櫃只會安樣嘅人，我一陣會感覺佢菜哥啊。頭年安尼講哦，咪最口是時候，我未撈太子哦，會唔會帶起來啊？唔會，佢種人按善良，又係一家婚姻，你又唔係冇了解。你留太人嘅世界哦，挺複雜咧，你用唔抵。其實哦，有嘛個想法咯，就講出來就好了啊，總嘛個按用污費啊，安尼哦，才會上感情。就安樣，張有英講啊，強甲婚姻吼，唔係講道理，係講感情的啦。
相信还想想吼，系唔系阮贵开始就密慢了了，对爱通学通约当啊，妈妈冇可能都同意甲本人对爱好啊。相信想想哦，我咪真少会感谢佢。啊，真姊啊，又唔会有像你安尼嘅人啊，佢嘅反应呢，银行嘅老给公安之事哦。前度事情本来是从那份好人也系反映的啊。唔过，安尼户口哦，佢听迄好人鸦片嘅，因为你迄好人，以后哦，你咪迄安尼户口嘅一份子。阿珍姐啊，你还没有迄真嘅老人当做迄饲狗嘅妹呢，佢哦还一直去老配上因讲，佢有40妹啊。其实吼，我真是会感谢天公，本来就咧拄到伊了，伊甲本人串来好，串来相爱。好嘞啦，无我感谢嘞啦。佢哦，佢有啥讲到用班的呢？嘛个东西嘛啥样？二老也没公安叫啊，迄嘛啥样啊？哎，你又唔迄多个香草，嘛个树啊样个啊？哎，你迄多个讨论。好啦，讨论，按二条讨论案叫，迄嘛啥样啊？维持一下个用的啦。哦，安尼哦，就会阿妹样的呀。好啦，太子，你还有一张惊喜，帮你欢喜一下哈。你这个变卖贵哈。我给付嘞，嘿，你个起卖啦？我根本就做给付啊，我记得我不用度了个。你刚还去洗身个时间，我哪去洗了呀？你哦，一个这么牛，卡枪里丢的呀，副座的出都危死了。啊，你个副队底路给票嘞？哪个票？哎呦，快点嘞啦！你东奇怪，你按给包做马街啊？好。会讲嘛呀？哎呦，歹势啦，俺们挑食嘅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应该唔会骂俺吧？算了。阿 Q， 用啦！阿 Q， 哎，他这什么反应啊？什么反应？万念俱灰啊！他登上悬崖哈，唯一的一条救命绳索就这样被你给剪了，希望都破灭了。你说他还能有什么反应啊？哦，你干嘛这样讲啊？啊，人家又不是故意的，我也很内疚。哎呦，不是故意的，你就很内疚。你哦，要是真的很内疚的话，就赶快想办法啦。我有啊，我昨天看到票毁了哈，我就马上上网想说再买个2张，啊，可是票都卖完了嘛。我有留言哦，想说看有没有人会退票。啊，那如果没有人退票的话怎么办哈？不知道。唉，哇 Q 哦，对昭和大姐是一片痴心哎，她好不容易鼓起了勇气约她去看演唱会，就这样被你给毁了啦。哇 Q 好可怜哦。哎呦，好了，都我的错嘛。我会带追力弓帮你阿 Q 约我大姐。哎，这可是你说的哦。来，打勾勾，打勾勾，快点。打什么勾勾？哎，免得到时候你赖皮呀。幼稚哎。哎，有你的承诺哈，我阿 Q 哦才可以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你最近到底看了什么武侠小说？哪来那么多成语啊？哎呦，那不重要啦，重要的是哈，到时候我阿 Q 哈怎么感谢我们2个？满脑子都在想怎么样勒索你阿 Q。现在那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哦，要怎么把我大姐约出来？对，我们要好好的来计划计划。哎，我跟你讲哦。
太姐，还有青春要嘅事情要老你讲哦。不是嘞，不是嘞，哦，我弟嘞，我唔会再过结婚。哎呦，太姐啊，按家高中嘛该啊，你迄太姐，你迄细阿妹呢？若果唔错嘅研究去捱。你倒带都会变买贵哈？冇啊，太姐，你看，噔噔噔。你可以教你请水米啊，请来做嘛？我冇生气。哦，真唔係去教咧，係去學習，唔係一次想要改變弥漫流嘅經營方式。我已經老你講過咧，阿妹講咧，米滿流絕對做唔得改變。哎呦，太子啊，唔係我都嘅講你，你哋做乜嘅唔講嘅法，阿妹就冇去相信冇。做乜嘅啊？你講啊？我看哦，就係因為哦，你冇做好準備，你要用青島嘅時間來準備，阿妹才會談嘅法。故說，你應該愛去掠看看啊，係冇？我看哦，迄年少喺嚟鴉片搞啦，我去鴉片好慢哦。哦，你看啦，你看，唔錯嚟看。哎呦，呀，有幾件超有特色嘅傳統，有保持傳統，還有改良嘅口味。老你上嘅一槍誒，故說你應該去掠看看啊。還有哦，你看，佢哋網絡上嘅評價也很好，一定要記哦，做到超好嘅地方啦。迄個哦，你自家有去看過咧，將來你就做得好好啦，阿妹講啊，阿妹哦，咩會談嘅法啊，吼。你媽嘅時節哦，對點滴滴嘅事情按你嘅心哈。太子啊，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哎，又會發一次家嘅老妹，唉，我哦未係為你嘅彌漫了好啊，不過我講嘅話就冇人愛相信，唉，也冇人咯，愛相信我對彌漫了嘅感情。哪個來啊？有時間啊，我會看啊。太子用不要很多心嘛，真難搞。哦，你喺邊買貴呢？冇啊，阿妹。冇，我全部聽到同人太子講嘛嘅，講嘛我答應爭咩理由？講我啊？冇啦，阿妹，你放心啦，我一定係老人去強下嘅。我係都給騙太子哦，去到水面嘅佢約飛啦。得啦呀。阿妹，你落嚟聽書哦。約飛啊？冇問題，我等下落去同家友講看啦嚇。好。好。Yes。來，一二三，好，幫你。這一張，快點，耶！好，幫你。這一張，來，這樣子，好來。哇！1、2、3，耶！哇！好可愛，你看，換我，這一張，我要幹嘛？快！好來。可以去玩，好，那個。家姐啊，要跳冇？要休息下冇？唔會聽啊，我冇做乜事情嚟啊。我看哦，你哋哦根本就係嚟鴉片搞嘅，騙我購買考察。嚇？買該考察？哦，冇啦。我係講哦，一個兩個哦，比春蘭姨嘅茶哦，係春蘭姨嘅茶較好啉。哦，冇好啉啲啊，冇跟阿姨買配種嘅，好嘛？哦，唔是啦，我凊彩講講啊。你好，去給片照相，好不好？照相啊，對，照相。我們4個難得出來啊，我們拍張照，拍照，對，來。唔會啦，我唔好翕相咧。沒關係嘛，拍張嘛。唔要緊啦，安尼，我老唔叫翕好咧，你去給片傳單好冇？好，來。家姐，既然你來咧，翕張相做隻見啊嘛。安尼啦，唔叫翕好咧啦，我先去給片傳單等唔掉。哎呦，太急啊！你很掃興呢。哦。
去开间船行啊，安尼哦，太少总会对你有兴趣啊。这样好了，我们先吃东西嘛，反正我肚子也饿啦，对不对？对，待会再拍。好，待会再拍。好了哈，走，吃饭。2块来都好食诶2块1轮要多好食？哪一个啊？这个看起来就只是客家小炒啊，那没满楼就有了嘛。我们出来玩要点一些不一样的啦，这样才可以做比较。好嘞啦，唔對哦，一堂假嘅仲有煙影出啦。假嘅，錯冇？哦，唔是啦，睇到上一次買嘅酒店啊，往次很少上嚟也比較嘅啊。而家就講去來聊比較嘅，但係可能根本就可以嚟做嘢嘅。誒，有冇講嚟做事啊？你冇亂講法好冇？做1碗半條了。請問還有需要嗎？咁麼？歹勢，就1碗半條了哦。弟弟，等下拜考第1名哈，爸爸將帶你去泰川，好冇？好，來。生日快樂！謝謝爸爸，大哥哥。爸爸一定會記得的哈。假日，唔該 call 乜嘢啊？哦，冇買啦。我要一个福菜鸡丁，然后再一个和风鱼片，还有炒茄子。好，这个好。啊，我还有一个紫苏鸭柳，还有一个福菜汤。好嘞啦。誒，假日，唔該點乜嘢啊？哦，客家半條。喊我点嘛个么？啊，唔是啊。太子啊，用乜來了三個半條啦？應該一點哦，夠2個月成料理啊。我以後就想要食半條啊，往次出嚟搞咩？歡喜就好啊。冇唔錯啦，歡喜最重要啦。牛雞唔錯無哈，用槍點1碗半條定定啊？係呢2-3年，阿爸帶點生意，仲阿點1碗。奇怪咧，來按高級嘅傳單，爭點1碗半條定定啊？我呢阿爸冇錢，爭我點1碗本生意嚟食。遐沙比建議真係很差哦，難怪個新聞當日就是個報，講因台灣沙比啊，迄演是咩沙比啊？本來哦，我冇心呢，不過這晚的款來哦。冇意思，咩做唔得咧。唔過吼，做乜會有人冇錢，還要上來高級傳堂食飯？香港嘅生意見比以前生意呢？生意啦。兩錢哦，硬納啦。哎，而家做1碗半條啊，還有薑絲炒泰葱、客家炒牛啊，還有1碗福菜湯啦。好。喺做一場唔是那錢呢？睇眼自家愛搶嘅，老公司冇關係啦，哪是啦？嘅硬用嘅聽，嘅對自己講，冇按用啦。而就講吼，佢哋拄好喺2年第1前3年下，故所傳堂啊，就太記啦，啊！喺做年尾聽好誒，唔過馬因為對人下講啊，唔做做太祖講嘅講做話啊。哎，今晚依家幾亂講啦？唔係咩送唔錯嘅，啊則點1碗半條天。也係因為人家的係2年提前1年哈，所以重談，那麼就帶唔是錢嘅。好棒啊！哦，咁要按好。係真嘅，會回饋年下，重談2年就會就帶1下提前1年下。哦，按姿勢。
这种行销手法不错哦，应该要学起来。哎，我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哎，那要是来了第1000位客人是个大富翁的话，那一样要免费招待吗？当然啊，这是规定嘛，规定。可是我觉得这个规定不是很明确，好像有点缺失哈。俺没知道唔好啊，那有钱也是唔是钱，按够唔够意啊？哎呦，这只是个行销手法而已啊！他们要让客人有很好的印象，然后出去帮忙宣传，然后吸引更多的客人上门。太姐啊，你讲黑唔黑啊？啊，你讲嘛？没事情啊。再来一张好吗？好，再来一张。好不好吃？好吃吗？山流水何处去？重逢难依旧不移。千里眺望故乡河，流言的人，初恋未爱你。终夜抚琴也渐去，如是故人须扬起。青山下畔爬高帆，你也潇湘，无言又抚琴。玉发将要飞扬。